因為見到人攞獎嘅時候咧，我成日都想嗨下邊啊咁樣埋嚟逼下。因為而家呢個時候咧，就10首嘅勁歌金曲嘅入選歌曲已經係宣佈嘅，就揭曉曬啦。咁啊，手上仲有3個信封，冇錯，應該知道咩事嘅啦。就係3個我哋期待已久嘅獎項嘅揭曉啦。冇錯啦，咁啊，第一個獎項咧就係勁歌金曲嘅季選最受歡迎獎。咁呢一個咧就係勁歌金曲節目嘅觀眾嘅投票嘅結果嚟㗎。另一個咧就係作曲作詞人投票最受歡迎獎。咁呢一個咧就係作曲作詞人專業嘅眼光嚟審定嘅。另一個就係 AGB 觀眾抽樣調查嘅最受歡迎獎啦。即係普羅大眾唔一定係歌迷，總之咧係有聽下歌啊咁嘅朋友咧，佢哋有投票就選出咗呢一個獎項嘅得獎者。我同你咧拆呢個信封之前咧，不如請所有得獎嘅歌手全部出嚟先好嗎？ OK， 有請各位歌手。係啦，咁啊有多謝晒獎項，當然一定要有一啲特別嘅嘉賓嚟同我哋頒發啦，係咪？我哋有請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嘅總經理陳慶祥先生。有請陳生。預先多謝你先，陳生。咁啊，逐個幫我哋頒獎咯喎。余真，第二個你嘅第一項勁歌金曲季選最受歡迎獎就係得獎歌曲《常在我心間》，關正傑、黃露儀。咁第二個獎項咧就係作曲作詞人投票最受歡迎獎，鹿死誰手？即刻有答案。一段情，鐘鎮濤、彭健新。恭喜兩位！話似乎宣佈兩個獎項都人多蝦人少嘅。第3個啦 ，AGB 觀眾抽樣調查最受歡迎獎嘅得獎歌曲就係今宵多珍重，陳百強。恭喜 Jenny， 多謝陳生，多謝你。多謝。唉，1983十大勁歌金曲嘅頒獎典禮咧，就13個獎項咧宣佈晒啦。冇錯。呢個時候應該係功德圓滿啦啩。